作為中小企老闆，的確有好多嘢煩。生產力局可以幫我哋解決難題，有技術專家團隊定製解決方案，增加生產效率，升級業務，又會幫我哋接軌數碼世界，多方面提高數碼效能，提升競爭力。仲有中小企支援組配對合適政府資助，生產力局力撐中小企。實質生產力係推動國家粵港澳大灣區同香港實現高質量發展嘅關鍵。香港憑住雄厚嘅科研實力、高度國際化嘅營商環境，以及背靠祖國、聯通世界嘅特殊地位，將會成為國家發展實質生產力嘅重要窗口同核心城市。實質生產力嘅核心在於創新、高質量、綠色同人才。我哋唔單止塑造當下，更加開拓未來。生產力局積極同唔同機構合作，為製造業同香港整體經濟帶嚟新動力同新優勢。喺創新方面，因地制宜，大力推動人工智能、智能製造、微電子、生物科技同新能源等創新科技嘅發展，為各行各業注入新動能。講到高質量，我哋由工藝、材料、技術到生產模式、產品、產業進行全方位革新，不斷提升產品同服務嘅競爭力，同時鞏固網絡安全，推動產業高端化、智能化發展。實質生產力本身就係綠色生產力，我哋致力降低資源消耗同污染排放，推動產業綠色化，實現可持續發展目標。人才係科技發展不可缺少嘅部分，引進國內外頂尖創科資源，透過多元化課程，培育相關年輕科研人才同領袖，壯大創科人才庫，助力本地工業發展富香港特色嘅智能微工廠，提升生產效率，打造智慧空間，令有限嘅空間實現最大化嘅生產效益，為香港製造注入創新活力。今日香港企喺創新嘅前沿，等我哋攜手努力，令香港成為引領新質生產力發展嘅璀璨明珠，為國家同全球產業鏈、供應鏈嘅升級轉型作出更大貢獻。Hello， 大家好，線上嘅朋友你哋好啊！歡迎大家嚟到參與 BUD 專項基金線上嘅簡介會，我係今日嘅主持人 Anita。今日嘅簡介會呢，我哋好高興邀請得到 BUD 專項基金執行機構主管葉玉健先生，為大家介紹返 BUD 專項基金嘅3個計劃，包括一般申請、申請易同埋電商易。葉先生呢，除咗會講解呢計劃嘅目的、資助措施同埋申請資格之外呢，亦都會去講解返2025年3月14號推出嘅最新安排。今日嘅內容呢都比較豐富，我哋而家就將時間交俾葉先生。麻煩你葉先生。好，線上嘅朋友早晨，大家好。歡迎咧去參與今日我哋呢個線上嘅專題簡介會啊。咁咧都為大家帶嚟個好消息先啦。首先咧，香港特區政府工業貿易署咧喺本年嘅3月13日咧就宣布咗BUD 專項基金咧推出一啲優化嘅措施嘅，以更聚焦同埋可持續嘅方式咧，為中小企業咧提供支援嘅。而呢一啲嘅新嘅優化嘅措施咧，亦都已經喺3月14日起咧就正式生效㗎啦。咁而家如果各位線上嘅朋友都嚟緊會去遞交一啲申請咧，都會以而家3月14日起生效嘅措施同埋咧規則咧去咧進行一啲審批嘅。好啦，咁我哋咧首先咧都講翻即係 BUD 專項基金啦。即係其實我哋呢個基金由12年推出，咁到而家都10幾年啦咁樣。咁其實都一如以往嘅，我哋都係繼續咧去支持一啲嘅企業去咧通過執行一啲項目，咁包括咧係有 BUD 啦，即係發展品牌、升級轉型同埋咧拓展營銷成分嘅一啲項目咧去申請一個資助嘅咁咧
都咧補充少少就咧，如果大家有留意翻咧，我哋即係最新嘅申請指引咧，其實咧喺升級轉型嗰度咧而家新嘅優化措施咧，都會咧係去咧睇翻，如果係申請企業當中個項目裡面有一啲綠色轉型嘅成分，例如可能你嘅生產線啊或者設備咧需要升級以咧係有一啲即係環保嘅一啲嘅元素喺裏面啦，又或者咧係啦要因為咧開拓一啲市場進行一啲咧新產品啊，需要就係一啲碳審計嘅一啲嘅措施咧，咁咧喺現行嘅 BUD 專項基金當中咧，亦都係可以啦，係獲得資助嘅。好啦，咁咧其實喺 BUD 專項基金之下咧，就有3個唔同範疇嘅計劃嘅。咁一個咧就係一般申請啦，咁一個咧就係申請二啦，咁就喺前年2023年6月推出嘅。另外喺舊年7月啦，我哋咧亦都推出咗電商二嘅。好啦，跟住咧，我哋咧就睇一睇而家我哋咧喺3月14號起生效嘅成個基金嘅一啲優化措施啦。咁首先咧，大家畫面度咧會見到每家企業資助嗰個嘅上限咧都一樣嘅，都係累計港幣700萬元，亦都咧最多喺成個計劃當中咧企業係可以咧獲批70個項目嘅。好啦，咁跟住咧就留意翻咧就係嗰個每個項目最高嘅資助金額啦。喺申請二當中咧仍然係會維持翻10萬蚊，但係咧喺一般申請或者電商二當中咧就留意翻嗰個項目最高資助金額咧就係港幣80萬元嘅。另外就住一個資助嘅配對比率咧，亦都咧而家係變成咧係1:3。留意翻係政府嘅資助咧係1，企業咧係3嘅。咁舉個例説明啦，譬如一個嘅項目，如果嗰個嘅項目開支係100萬，咁咧即係話當中25%係由政府資助，咁就25萬啦。另外75%即係咧75萬就由企業咧去承擔啦。咁另外啦，就係我哋咧仍然係通過網上去接受大家嘅申請，咁仍然係全年365日咧都可以申請嘅。咁亦都咧會由咧有一個咧按季度去分批處理嘅。咁通常每季3、6、9、12月呢啲月份嘅最尾咧，我哋都會係有一個嘅每個批次嘅截止時間嘅。咁咧詳情咧可以留意翻我哋 BUD 基金嘅網站。好啦，咁跟住嗰個項目嘅推行時間啦，就如果係申請二仍然咧係12個月最多。另外咧，如果一般申請或者電商二咧，每個項目最多嘅推行時間咧係24個月嘅。咁同埋亦都留意翻咧喺任何時間咧企業嗰個嘅項目嘅資助金額咧最多都係80萬嘅啫。好啦，跟住咧就講一講個申請資格啦。咁咧申請資格亦都係咧去資助香港註冊嘅公司，咁咧同埋咧持有咧呢一個香港商業登記啦。咁另外咧亦都係必須要係非上市公司嘅，同埋咧必須要喺香港有實質業務運作。例如喺香港有請員工嘅證明啊，或者咧有一啲審計嘅報告啊，同埋咧有一啲商業交易嘅記錄啦。咁留意翻啦，如果一啲申請嘅公司佢本身個業務只係咧係同自己集團內嘅其他嘅單位，例如可能佢母公司啊，或者一啲附屬嘅機構咧進行一啲嘅交易嘅，咁淨係做呢啲咁嘅交易咧，咁就唔會被視為咧係有一個實質業務運作嘅。好啦，跟住我哋咧睇一睇個審批嘅一啲準則啦，咁樣。咁其實咧，當遞交一個項目嘅時候咧，政府同埋咧呢個委員會咧都會去睇翻，究竟呢個項目咧係咪可以幫助申請企業咧喺內地或者當地單位咧有一個嘅即時或者長遠嘅發展嘅。另外啦，咁亦都睇翻咧嗰個項目當中申請企業嘅產品同埋服務咧有冇一個競爭優勢啦。咁同埋亦都會去睇翻一個項目係咪一個實質嘅成果，可以睇翻個進度同埋咧評估翻項目嘅成效嘅。
咁項目咧，亦都要睇翻你個項目當中有冇一啲實際嘅行動咧，係會一啲措施啊去做啦，同埋咧一個項目當中咧，亦都睇翻裡面嘅一啲預算啊個 budget 個裡面嗰啲開支細項啊，係咪一個合理同埋清楚咁樣咧，去咧喺項目嘅計劃書裏面咧去寫清楚嘅。咁另外啦，嗰個項目當中咧，亦都咧需要有一啲明確嘅理據啊，去咧講翻你個項目可以為香港帶來啲咩嘅經濟利益嘅。咁留意翻啦，咁咧通常喺申請當中咧，企業咧都需要咧係去補充一啲文件啊，或者去回覆翻澄清翻你項目當中一啲措施或者一啲費用嘅細節嘅。咁留意翻咧，即係喺當中如果按照翻即係秘書處執行機構啦嚇，俾嘅限期同埋咧一啲時間內，譬如如果14日內未能夠回覆咧，咁有嗰啲相關嘅措施咧，同埋一啲開支咧係咧將會被移除嘅。好啦，跟住咧我哋咧睇一睇嗰個資助嘅地域範圍啦。咁咧現時 BUD 專項基金咧已經咧係咧涵蓋咗40個不同嘅經濟體，當中包括咗內地啦嚇，同埋咧一啲同香港簽訂咗自由貿易協定或者咧係促進和保護投資協定嘅經濟體嘅。咁咧就如畫面上見到咧，我哋都喺唔同嘅國家或者經濟體咧都已經涵蓋咗㗎啦。咁亦都咧去提一提大家啦，個好消息係電商2咧喺3月14號起咧，亦都嗰個資助嘅地域範圍咧，亦都包含咗東盟10國嚇，咁就即係大家可以睇到畫面上，即係東盟10國所述嗰10個國家咧喺電商2當中咧，除咗之前喺內地之外咧，呢啲國家咧亦都係可以涵蓋到嘅。好啦，咁當去執行一個項目嘅時候咧，有時申請企業咧係會需要咧通過喺當地嘅一個單位去執行嘅。咁呢種情況咧就只係適用於一般申請同埋電商2嘅項目嘅啫。咁假設如果企業係需要咧有內地或者當地單位去執行咧，就必須要喺申請嗰陣時咧都要咧提供相關嘅文件同埋證明咧你嗰個嘅單位同埋你申請嘅香港企業咧有一個直接投資關係。咁咧畫面上都見到咧有一啲即係我哋點為之一個直接投資關係咧。咁首先講其中一種情況啦，就情況 A 就係如果申請企業係持有內地或者當地嘅業務單位咧係超過50%以上嘅擁有權咧，咁就為之一個直接關係，就 A 啦。咁另外咧亦都有一種情況 A1 啦，就係咧香港嘅申請企業佢咧持有一間香港嘅公司係100%嘅擁有權，或者持有一間內地公司都係100%嘅擁有權，而呢啲喺中間嗰層嘅香港公司或者內地公司咧，亦同時係100%全資擁有當地內地又好當地嘅單位咧，咁呢一種嘅情況咧，由 A1 咧亦都係可以咧係作為一個認受嘅直接投資關係嘅。好啦，咁跟住畫面咧就會見到有另一種情況啦，就係情況 B， 咁咧就係咧由申請企業嘅一個持有30%或以上嘅自然人股東，咁由呢位人士咧，佢去持有當地單位或者內地單位超過50%嘅擁有權，咁呢一種咧都係叫直接投資關係，就 B 嘅。咁另外亦都有一種情況啦，就係由呢一位有30%或以上嘅股東呢個人士，佢咧就咧100%持有一間譬如香港公司，或者100%持有一間內地公司，再通過呢一間香港或者內地公司咧去100%持有當地個單位咧，咁呢種 B1 嘅情況咧，亦都係可以被視作有一個直接投資關係嘅。好啦，跟住咧最後一種就係情況 C 啦咁樣咁咧情況 C 咧就係適用於咧，如果嗰個香港嘅申請企業佢其實咧係有一群嘅股東嘅，咁當有5個先算啦。咁呢5個股東咧同時間夾埋100%係持有當地嘅單位咧，咁係呢種情況 C 亦都係可以嘅。咁另外咧有一種情況就係呢班股東咁咧有100%持有一
一間香港公司，或者100% 持有內地公司，再由呢間香港中間嘅香港公司或者內地公司啦，去持有當地嘅單位，都係要100%嘅。咁呢一種係 C1 嘅情況。咁最後一種情況咧，就係咧申請企業咧，佢都係由一群嘅股東去持有嘅，而咧呢群股東再加嗰個嘅香港申請企業嘅呢間公司夾埋100% 持有個當地單位，咁呢種 C2 嘅情況咧，亦都係可以當作直接投資關係嘅。咁詳情咧都可以咧參照翻我哋嘅申請指引。咁當然啦，因為咧唔同嘅公司咧，其實都會有各種嘅情況嘅，所以都係以公司咧，如果真係遞交申請之後咧，我哋會審視翻佢遞交嘅文件嘅內容咧，睇下係咪符合到呢一個頭先所講 A、B、C 同埋當中其他類同嘅A1、B1、C1、C2 嘅關係。咁以交咗個文件之後去睇翻作準嘅。好啦，咁咧去到呢度咧就都俾一個即係去概括，去俾翻個比較大家啦，睇翻咧就3個唔同嘅計劃咧，就即係有啲咩分別啦。咁首先咧3個咧累計都係700萬，亦都係70個，咁呢個就一樣嘅。咁留意翻黃色底嗰啲價格啦，咁嗰個咧就係咧喺優化之後咧一啲生效嘅措施啦。咁包括咧就係嗰個比例上啦，就係1:3，記住係政府係1，申請企業咧係3，即係政府係俾項目開支嘅25%。申請企業咧係俾75%嘅喎，咁記住咯喎。咁另外啦，嗰個每個項目最高資助金額，咁申請2咧都係維持10萬蚊嘅，一般申請同埋咧呢個電商2咧最高每個項目咧係港幣80萬元淨嘅啫。咁咧亦都咧留意翻啦，咁咧我哋咧亦都維持翻有一個首期撥款嘅安排嘅。如果係一般申請同埋電商2，但係咧首期撥款嘅比例咧就留意翻啦，就係20%嘅嗰個首期撥款，即係就算你揀咗要首期撥款咧，個首期撥款咧係佔你獲批項目嗰個資助金額嘅20%，咁要留意啦。咁推行時間咧都係申請22個月，一般申請同埋電商2咧係24個月嘅。咁亦都留意翻咧，咁我哋咧係有一個電商2嘅優化啦。咁頭先講咗啦，咁就係大家見到啦，喺畫面上右邊嗰度有個 New 字嗰度啦，就係多咗10個東盟10個嘅國家同埋現有即係內地嘅咁同埋咧留意翻就係咧喺嗰個嘅核數費嗰度啦，因為咧其實每一個項目做完之後咧係需要交一個嘅報告嘅最終報告，同埋咧要就項目嘅開支作一個財務上嘅audit 嘅審計嘅。咁咧審計費嗰度咧就每一次審計費就如果係申請2就5000蚊啦，如果一般申請或者係電商2咧就每次係1萬蚊嘅。但係留意翻咧嗰5000或者1萬蚊咧都唔係全數獲得資助嘅，一樣係按照翻頭先所講嗰個資助嘅配對比率咧，即係1:3咧去計入去嗰個項目開支嗰度嘅。咁同埋咧亦都留意翻啦，咁咧其實就嗰個申請期咧，雖然我哋咧係全年接受申請，但係咧申請企業咧係每3個月咧最多只係可以咧就每個計劃咧遞交一個申請嘅啫。咁即係簡單啲講咧，就即係譬如你喺一般申請你咧入咗一個嘅application 咧，一個申請咧，咁咧其實咧如果你再想入一般申請咧，咁你就要過咗3個月你先可以入第2個申請啦，咁樣。咁呢度咧就請各位咧，如果想即係可能有唔同嘅項目去遞交嗰陣時咧，都留意翻中間係一個時間上嘅一個間隔嘅好啦，跟住咧我哋再深入啲講一講，即係每一個項目喺個計劃裏面咧一啲細節啦。咁首先我哋咧就會講一講一般申請嗰個嘅裏面嘅內容啦。咁咧大家畫面上會見到咧，就而家一般申請嘅資助
範疇咧，咁其實咧就同之前係一樣嘅，咁但係我都會咧去特別針對一啲細節去講翻。咁首先啦，嗱大家睇到畫面上啦，咁咧嗱我哋仍然咧係支持中小企同埋香港企業咧喺內地或者當地咧去增設一個業務嘅單位嘅，咁咧但係留意翻嗰個費用咧，就只係限於一啲，譬如你喺當地開公司嘅一啲牌照或者啲註冊費啦、裝修費啦。咁咧，如果你係有嗰個當地嗰個新單位嘅租金咧，留意翻個租金嘅資助嘅上限咧，就係3個月嘅啫嚇，咁樣。咁同埋咧一啲你開當地單位一啲相關嘅一啲即係我哋叫專業費用啦，一啲 professional fee 啦，咁呢啲都係可以包到嘅。好啦，跟住咧就下面。喺請人嗰方面啦，增聘員工咧，如果你嘅project staff 即係話嗰個項目裡面涉及嘅員工咧，係喺香港以外即係當地啦，去請一啲嘅員工，留意翻嗰個員工嘅薪金開支資助期咧，最長係6個月嘅啫。咁另外啦，咁都繼續啦去支持企業啦，譬如可能亦去購買或者租賃一啲嘅機器設備啦，做產品嘅樣板啊，去設計一啲宣傳品啊，申請一啲檢測同埋認證啦。咁另外就係一啲製作網上嘅銷售平台啊，咁樣。咁咧留意翻啦，咁喺如果係開一個新設立嘅網店呢啲銷售平台咧，咁有時如果係涉及一啲代營運費咧，咁咧嗰個可資助嘅期限咧係唔可以多過6個月嘅。咁另外咧一啲廣告嘅推廣啦，嗱廣告費當中咧就如果當中又涉及一啲代營運費用咧，亦都係不可以多於6個月嘅。咁其他就製作 Apps 一啲網頁或者係喺香港或者目標市場嘅地方開展會同埋申請一啲專利註冊咧，呢啲咧我哋都係繼續支持嘅。咁如果喺當地搞展覽會咧，咁留意翻嗰個交通住宿費咧，都係唔可以多於個開支20%嘅嚇。好。咁我哋咧就再睇睇，咁頭先講咗咁多唔同嘅資助嘅範疇，咁邊啲係有一啲嘅預算比例上限咧？咁首先機器設備模具嗰啲咧就係唔可以多過項目總開支嘅70%啦。咁另外啦就係一啲嘅請人啦，就唔可以多過總開支50%啦。廣告嘅推廣喺一般申請之下咧，都唔可以多於50%嘅。做一啲流動應用程式啲 Apps 咧，亦都係嘅。咁留意翻，如果當中請人係最多係嗰個嘅當地請人啦，嗰個開支我只係可以咧最長係6個月嘅啫。咁廣告費涉及代營運費咧，亦都係唔可以多於6個月嘅。好啦，咁跟住製作樣板30%，如果係另外新增業務單位，頭先都講咗啦，就唔可以多於總開支嘅20%，同埋留意翻嗰個租金係個上限係最多3個月。咁如果係優化公司網站啦就唔係新起一個網站，係優化咧就係唔可以多於10萬蚊。咁另外咧就係如果涉及一啲專利或者註冊費用咧，累計個資助金額就係60萬。咁同埋亦都係，如果係建立銷售平台，咁嗰個代營運費唔可以多於6個月。咁頭先之前都講咗啦，嗰個核數費都係按照翻政府1企業3嗰個比率咧去計算翻嘅。咁喺一般申請當中咧，最多每宗係1萬蚊啦。咁假設咧，其實你個項目如果超過18個月咧，咁其實就需要做2次嘅審計嘅，咁就變咗都係每宗1萬蚊。咁即係嗰度如果係長推行期嘅項目啦，咁就超過18個月至24個月咧，就會有2個嘅1萬蚊嘅核數費，但係都係按照翻1:3個比例咧去計入個資助金額嗰度嘅。好啦，咁跟住有啲乜嘢係不獲資助咧？咁留意翻啦，增設當地嗰個業務單位咧，如果係涉及一啲水電煤，即係一啲我哋叫 utility 嘅費用啦，或者一啲保記即係揾人同你做啲 bookkeeping 呢啲費用啦，請個秘書秘書處代理去可能譬如接電話啦呢啲咧，咁同埋其他嘅日常營運開支咧，咁包括買一啲電腦一啲可能 office 可能咖啡機咁樣，咁呢啲都係不獲資助嘅嚇。咁另外咧就係
如果你嘅開支係涉及喺香港同埋內地單位又好啦，如果係已經係現有嘅員工開支啊、現有嘅嗰啲嘅租金啊、裝修啊，咁因為水電煤啊、運輸費啊、一啲銀行費用呢啲比較真係日常運作嘅開支，亦都係不獲資助嘅。咁另外咧就係如果一啲日常運作嘅機器設備例如一般運作嘅一啲相機啊、投影機啊一啲。咁呢啲咧都係不獲資助嘅，咁仲有一啲機器設備嘅保險費啦、保養費啦、現有你個產品已經即係有嘅即係嘅模具費啦，呢啲都係不獲資助嘅。好啦，咁網上如果係有一啲銷售平台咁樣，咁如果你已經係開咗間網店啦，已經開咗啦。咁嗰啲代營運費咧，包括譬如支付俾第三方嘅一啲官方服務費啊，或者線上客服啊、推廣策略啊、數據分析呢啲第三方平台嘅官方嘅服務費咧，喺一個即係已經設立咗嘅網店當中咧，呢啲都係唔包嘅。咁另外咧就係一啲貴重嘅物品，譬如可能個行業涉及一啲即係鑽石啊、黃金啊呢一啲珠寶嘅樣板咧，呢啲都係唔包嘅。咁同埋其他啦，一啲涉及一啲如果啲廣告，但係咧當中涉及一啲即係保證金啦、分紅啊、上架費啊呢啲咧，都係不獲資助嘅。咁同埋如果唔係一啲即係過境來往香港同埋當地嘅一啲行程啦，咁呢啲一般咁樣嘅travelling 啦，呢啲咁嘅開支係不獲資助，一啲娛樂同埋膳食費都係不獲資助嘅。咁同埋咧如果係一啲佣金啊、上架費啊，係即係喺當地啲分店啊嗰啲咩陳列費呢啲咧，都係唔可以計入個項目開支嗰度嘅。好啦，咁講完一般申請咧，我哋就講一講申請二啦。咁申請二咧就係一個10萬蚊嘅金額，咁咧就以一個簡單啲同埋咧審批時間快啲嘅方式咧，去咧協助中小企咧去做一啲相對比較簡單啲嘅項目嘅。咁當中喺收齊文件同埋咧澄清所有嘅資料之後，喺計30個工作天之後咧就會完成一個審批啦，咁樣。咁同埋咧嗰個嘅申請二咧，每家企業咧就而家可以即係只係需要咧隔3個月咧就可以再提交一次申請二啦，咁樣。咁期間咧亦都係咧可以咧提交埋咧一般申請嘅，因為咧頭先所講話每個嘅計劃咧係要隔3個月，咁但係譬如你係申請二，但係你另外咧係有一般申請咧，咁因為係個計劃個 program 係唔同咧，咁所以咧係嗰個3個月咧係分開咁樣去睇嘅，咁樣。咁咧如果又唔清楚咧，可以聯絡翻我哋執行機構嘅。咁但係亦都留意翻咧，喺頭先講嗰個80萬嘅最多每間公司喺任何時段只係可以咧係有80萬嘅資助金額咧，嗰個咧就係無論你係申請二電商二一般申請咧，就一齊去計嗰80萬嘅。好啦，咁申請二嘅資助範圍咧，就大家最主要咧就睇畫面上左上角見到有個 new 嗰度啦，就係咧網上銷售平台啦。喺3月14號起咧，咁其實咧如果係用申請二去做一啲網上銷售平台，例如去新設立網店嘅咁樣，咁呢啲係得嘅。咁但係留意翻啦，如果你開呢間網店，但係咧當中涉及一個代營運費咧，咁都係咧同頭先一樣嘅，嗰個資助嘅期限咧係不可多於6個月嘅嚇。咁同埋咧係不接納咧由申請企業喺當地或者內地單位做呢個項目嘅，所以即係簡單啲講咧，申請二嘅項目一定由香港公司自己去執行嘅。咁其他嘅就包括廣告啦，咁如果廣告涉及代營運費咧，都係不可多於6個月嘅。咁仲有就係譬如設計製作宣傳品啦，做一啲即係流動應用程式啲 Apps 啦，檢測認證啊，做網頁同埋去做一啲姊妹相關嘅交通同住宿開支申請專利同埋呢個商標註冊咧，咁咧都係咧係可以喺申請二嘅資助範圍之內咧去計入項目開支當中嘅。咁留意翻啦，申請二咧
都係有審計費嘅。咁個審計費咧，每次最多係港幣5000元，而呢5000元咧，亦都需要按照翻嗰個政府1申請企業3呢個配對比率咧去計算嘅。好啦，咁講完申請2咧，咁我哋咧就講電商2啦。好啦，咁電商2嘅好消息就係內地加埋東盟10國咧，都係可以咧合乎嗰個嘅資助嘅地域範圍啦。咁咧電商2咧留意翻咧成個電商2當中咁咧最多係可以累計咧係只係可以有100萬係咧嗰個嘅資助金額計入去嗰700萬裡面嘅都係咁，但係留意翻啦，電商2咧，如果你每個項目嚟講咧，最多係幾多錢啊？係80萬嘅，咁所以呢度留意翻啦。咁另外啦，嗰個嘅資助嘅比率都係1:3啦咁同埋最長可以24個月啦，咁亦都全年接受申請，同埋留意翻啦。再提一提大家，嗰個首期撥款咧係最多就係如果你揀咗首期撥款就係政府個資助金額嘅20%嘅咁樣，咁亦都係全年接受申請，同埋我哋係季度分批處理嘅。好啦，咁跟住咧就電商2都係針對翻咧電商相關嘅措施咧去資助嘅。咁咧包括建立網上銷售平台啦，投放一啲電商業務相關嘅廣告啦，做一啲嘅流動應用程式啦，啲 Apps 啦，網頁建立或者優化啦，同埋其他嘅電商相關嘅措施啊。咁頭先所講嗰啲代營運費不能超過6個月咧，都係咧喺電商2當中，亦都係有呢一個嘅限制嘅。咁大家咧就即係都留意翻啦。咁電商2嗰個嘅核數費咧就係咧1萬蚊嘅。咁個核數費亦都係1:3個比率咧去計算嘅。好啦，咁電商2可以獲資助嘅措施當中咧，如果再講深入少少，咁譬如建立網上銷售平台，咁當中包括譬如係開一啲銷售平台嘅開支啦，一啲帳戶嘅註冊費入駐費咁一啲嗰個網店嗰個嘅設計製作費咁頭先所講嘅代營運費啦，不過就係不多於6個月啦。咁另外就係一啲即係投放呢個 e-commerce 個電商業務嘅廣告啦，咁樣，咁啲廣告其實都例如包括而家都常見嘅一啲即係唔同嘅媒體，例如一啲網上嘅關鍵字引流推廣同埋相關嗰啲咁嘅服務費啦，咁同埋一啲即係 SEO、SEM 啦。咁如果做開 e-commerce 嘅，大家都知係講緊一啲搜尋引擎嘅優化啦，同埋咧一啲搜尋引擎營銷嘅即係市場推廣嘅一啲措施啦，咁同埋請代言人網紅呢啲咧，都係可以喺電商2裡面嗰個嘅廣告費裡面咧，可以咧係去加入去嘅。咁另外咧，就如果做一啲 Apps 程式啦，咁做一啲新嘅 Apps 或者優化現有嘅 Apps 啦，或者一啲第三方嘅 Apps 小程序呢啲都係嘅。咁網頁啦，可以起一個新嘅公司網頁或者現有網頁做一啲優化，例如加入當地市場嘅一啲電子支付功能啦。咁另外咧就係譬如可能喺一個做一啲需要喺做 e-commerce 嗰啲嘅宣傳片或者宣傳照咧，咁呢啲同電商相關嘅措施都可以喺電商2當中咧係涵蓋到嘅。好啦，咁喺電商2當中有咩不獲資助咧？咁包括咧就係咧一啲涉及網上銷售平台嘅保證金啦，一啲佣金啦，或者咧一啲上架費啦。咁同埋如果你嗰間網店咁已經係開咗噶啦，咁嗰啲代營運費咧就不能夠計入去個項目開支嗰度噶啦。咁同埋咧一啲以佣金形式收費嘅，譬如一啲直播帶貨啦，咁呢啲咁呢類咁嘅語文推廣咧就不能夠去計入當中，因為個佣金咧就唔係喺呢個電商2嘅資助範圍嘅開支當中嘅。好啦。咁就再講一講嗰個申請流程啦。咁當你喺線上去開咗 account 遞咗個申請之後咧，咁亦都咧會收到周營機構嘅一個即係通知啦。咁同埋咧會同你去補充文件嘅。咁正如咧之前所講啦，補充文件當中就如果係都有一啲時限需要補
文件嘅。咁同埋如果譬如係喺要求之下，譬如如果涉及譬如14日內交唔到，或者未能澄清啦，未能夠去修訂咧，咁嗰啲相關嘅開支或者係一啲嘅措施咧，係需要被移除嘅，咁令到你個計劃真係可以按照翻一啲已經清晰嘅內容同埋已經係合理嘅開支咧去處理你個申請啦。咁咧收齊文件起計咧，咁我哋就按照翻嗰個時間啦。咁就係咧，如果係一般申請同埋電商易咧，就係60個工作天啦。如果係申請易咧，就係30個工作天啦。咁跟住咧就會我哋咧會係秘書處周人機構咧處理咗之後，我哋會去交俾政府同埋委員會咧去做一個審批。咁有個結果之後咧，我哋會咧發出一個通知書，然之後咧就會咧，如果你係成功獲得批核咧，咁我哋會同你安排簽一個嘅資助協議。如果你係涉及有一個嘅首期撥款咧，咁就會再安排發放首期撥款。咁頭先所講就係個首期撥款咧，就係項目獲批嗰個資助金額嘅20%嘅。咁跟住你係做個項目啦，咁跟住又要交報告啦。咁交報告如果係最終報告咧，就係項目完成咗之後嘅2個月就要交報告㗎啦。咁跟住咧交咗報告之後，個報告都審批埋咧，就會發放埋一個最終嘅撥款金額啦。好啦，咁咧都提一提大家，因為咧喺遞交申請嗰陣時咧，有一啲公司可能咧佢已經咧可能都已經準備做個項目，咁可能有時會買嘢啊咁樣。咁留意翻咧就跟隨翻我哋申請指引嘅採購安排。咁咧就畫面上見到啦，就之前已經係做咗一啲簡化，就如果你唔超過港幣5000蚊咧，就唔使有一啲書面報價嘅。咁就項目統籌人同意書面同意就得啦。咁但係如果超過5000蚊，但係唔多過5萬蚊咧，就要2份嘅供應商嘅報價同埋咧價低者得啦。如果超過5萬，但係唔多於港幣30萬咧，就係3個嘅供應商報價嘅。如果超過30萬，但係唔多於140萬咧，就邀請最少5個供應商提交報價，同埋接納最低嗰個嘅報價嘅供應商嘅。咁如果超過140萬咧，就需要做一個公開招標啦。咁所以咧申請企業如果係咧有興趣去申請，同埋咧去真係會做項目嗰陣時，留意翻跟翻呢個採購程序咧，去準備翻啲文件，或者邀請翻足夠嘅供應商啦。如果唔係咧，到時即係就算批咗個預算咧，都可能咧因為一啲未能夠跟到個採購程序咧，個費用咧就認唔到啦。好啦，咁而家咧我哋都係接受網上申請嘅。咁咧公司咧就可以咧準備一啲申請嘅文件啦。咁跟住就開嗰個嘅戶口先，要開咗個戶口先。咁咧就然之後咧就用個戶口登入，就去填寫翻嗰個嘅申請表啦。咁留意翻一啲即係你準備去開戶填 form 之前一啲嘅基本文件咧，就例如個商業登記啦，同埋公司註冊證書啦。咁同埋咧一啲即係股東證明文件嘅副本，例如係有限公司 L1 啦，或者如果係Form 1A 啦，如果你唔係有限公司。咁另外啦就係申請企業嘅嗰個審計嘅帳目嗰個有限公司咧，就係要有個即係 audit account 嘅，咁又要留意啦。咁同埋咧實質業務運作嘅一啲證明文件嘅副本啦，同埋如果你嘅項目可能涉及一啲 trademark 已經有自己嘅牌子嘅，咁都請提供翻嗰個自己個品牌，或者係你係一啲代理嘅，咁有個代理嘅授權嘅證明，呢啲文件咧都準備好，咁就可以填 form 去申請嘅。好，咁咧就網上邊申請嘅一啲文件咧，咁除咗頭先所講基本申請文件咧，都有其他文件都係重要嘅。咁例如一啲證照啦，譬如頭先所講，譬如如果你喺內地咁樣可能做一個電商易項目，咁可能就要有相關嘅電商營業執照啦。咁當然各行各業亦都有唔同嘅一啲當地法規要求嘅一啲
即係嘅 license 或者一啲唔同嘅牌照嘅，咁咧就呢度不能盡錄啦，咁所以咧各位咧就都需要去提供翻嘅，確保你嗰個嘅產品或者服務咧可以咧符合翻當地嘅法規咧去做呢個項目嘅。咁另外就自家品牌嘅商標註冊證明書啦，咁或者咧頭先所講啦，就係譬如如果你係有電商嘅一啲嘅帳戶嘅，咁可能都要俾翻嗰個帳戶嘅有關嗰個證明啦，同埋一啲代理協議授權咁樣啦。好啦，咁呢度咧亦都有一啲重要事項嘅提翻大家嘅。咁首先咧就咧BUD 專項基金執行機構即係生產力局咧，我哋係冇委派或者指定任何嘅顧問公司或者機構咧去提供一啲即係收費嘅服務咧，俾申請企業嘅。咁例如有唔會話有一啲嘅公司咁樣我哋指定幫你哋去遞交申請填 form 或者制定個全部業務計劃，係冇呢樣嘢嘅。咁另外啦有一啲嘅即係公司一啲中介或者顧問啦咁樣，咁佢可能咧就聲稱就可能同一啲公司就成功申請咗某一啲項目嘅，咁但係咧亦都咧唔代表咧即係我哋咧係認可咗佢係有一個嘅能力，或者咧一定係可以幫到你㗎啦咁樣。咁咧留意翻啦。咁如果有一啲嘅人士又好，機構又好，咁佢咧聲稱即係係已經獲認可啦，咁跟住就去招來咧，咁其實咧呢啲係一啲即係誤導或者失實嘅陳述嚟嘅。咁所以咧請企業咧亦都係去留意翻，因為本身咧喺BUD 專項基金嚟講咧，其實我哋係有免費諮詢嘅，亦都有中小企支援組去咧係幫大家提供一啲諮詢或者教大家填 form 嘅服務，咁呢啲都係免費嘅嚇。咁同埋咧留意翻啦申請企業咧係有責任咧去如實咁樣提供文件嘅。咁如果啲文件係不全或者不正確咧，咁咧會影響個審批啦。咁咧同埋咧，如果係申請企業係咧，即係誤報或者漏報或者一啲虛假嘅聲明陳述啦，咁呢啲咧都會咧除咗影響發放或者個審批結果，佢需要退還翻個款項之外咧，咁都係違法嘅，係需要有一個嘅刑責或者法律責任嘅。咁所以咧，請各位企業咧去留意翻。咁同埋咧，本身嚟講咧，因為每一個嘅申請咧都會有一個嘅項目嘅統籌人或者副統籌人啦，咁所以咧請留意翻咧，如果你填表嗰陣時咧，嗰個嘅統籌人呢啲聯絡嘅資料咧就必須係正確嘅咁樣。咁同埋咧計劃嘅項目統籌人或者副統籌人咧係需要對嗰個項目咧有一個真確嘅了解，確保咧佢係可以咧有能力去執行嗰個項目嘅。咁呢度咧都請咧即係去申請嗰陣時咧，各位公司咧就都留意翻係必須要跟住去做。咁同埋咧如果咧係一個遞資料嗰陣時咧，咁請各位咧都真係去有一個嘅回應啦，同埋咧去有一個嘅有效嘅資料去聯絡方法去咧同我哋嗰啲執行機構咧去溝通咁樣，咁就確保咧喺申請當中，我哋真係可以直接同翻申請企業嘅負責人或者政府統籌人咧去聯絡嘅。咁任何嘅中介嘅人士或者代表咧就不能夠咧去代表嗰間公司咧去回應翻我哋嘅查問，或者咧去交資料嘅。咁所以咧永遠我哋嗰個聯絡咧都係直接同翻公司個負責人同政府統籌人咧去溝通。咁政府統籌人咧亦都要係公司嘅員工嚟嘅嚇。好，咁咧今日去到呢度嗰個嘅簡介咧就差唔多啦。咁當然如果咧今日或者之後各位朋友係有任何查詢咧，咁可以咧係打畫面上見到我哋嘅熱線啦，可以喺辦公時間星期一至五9至6咁打電話俾我哋啦，亦都係可以咧去用電郵嘅方式BUD_SEC@hkbc.org 聯絡我哋。咁網址亦都有我哋
好多嘅資料申請指引啊，或者最新消息咧，我哋都擺咗喺網站嗰度嘅。好，咁都今日嘅分享咧就去到呢度啦，多謝各位。好，唔該晒葉先生詳細嘅介紹啊！相信大家咧對於 BUD 專項基金咧，亦都有更加深入嘅認識啦。咁由於今日咧我哋冇諮詢環節嘅，如果大家仲有其他疑問咧，就可以循住剛才葉先生所講嘅方法啦，喺辦公時間打我哋嘅熱線27886088，或者咧係以問題咧將你哋嘅問題咧以電郵方式啦發送到去 bud_sec@hkpc.org 嘅。咁今日嘅線上簡介會咧已經嚟到尾聲啦，再次多謝線上朋友你哋嘅參與，下次再見，拜拜。